Welcome back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一周的视频工作室。在上一集视频里，我和大家一起了解了在收到毛利玉之后，如何在河水或海水里进行净化祝福。视频一经发出后，我收到了好多来自大家的私信，询问自己手上的毛利玉图腾有什么样的含义，背后又有怎样的文化意义。那么这期视频我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常见毛利玉的图腾样式。你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开始吧。首先，上次视频我们提到过，毛利玉的毛利语叫 Purnamu， 毛利人相信 Purnamu 带有祖先的力量，能保护它的佩戴者或拥有者，所以 Purnamu 常常被作为家族传承的传家宝，一代代传递下去，承载着家族的精神。而需要注意的是，在毛利传统中，毛利玉不能自己买给自己，它必须由他人赠予，这样才能拥有，实现爱的流通和传递。在毛利文化中，送玉代表着爱、信任和守护。很多人会在毕业、远行、婚礼或者是成人仪式上收到毛利玉，这些其实都是爱的表达和精神的链接。那么第一个我要介绍的图腾叫 Manaya， 它长着像鸟一样的头，有鱼的尾巴，还有长长的像蛇一样的身躯，而在它的脸上也有部分人的形状。Manaya 是毛利文化中的 Kaiteyaki， 也就是守护者，它连接着天空、大地与海洋。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飞翔在精神世界的信使，守护着我们的心灵世界。在很多毛利玉上都会有 Manaya 的形状，毛利人相信带着它就会默默地守护你。而第二个图腾我想介绍的是 Koru。Koru 的形状就像新西兰的蕨类新展开枝芽的样子，它代表着新生、成长与希望，也有重新开始和重生的意思。所以说这个图腾经常用来鼓励当人们重新开始，踏上旅程，或者开始一段新的生活，比如说找到新的工作，开始新的学业，或搬到了新的家庭。Koru 也是平衡的象征，提醒我们回归自然，寻找内在的宁静。下一个图腾我要介绍的是 Tiki， 这个形象也非常常见，它像一个小人，而在很多毛利部落的传说中， Tiki 是最早的一位人类祖先，被认为是第一位人类的化身。所以在毛利文化中， Tiki 的形象代表祖先、智慧、生育与祝福。很多家庭会把它作为一个守护图腾，佩戴在身上，象征我们与祖先的链接。好，下一个叫 Heimato， 它的样子是一个鱼钩。Heimato 的形象也非常的常见，它代表着安全的旅程、满载而归，还有归属感。鱼钩不仅是捕捞的工具，它也是掌握着人生方向的可能性。佩戴着 Heimato 就像是在告诉自己，无论我走到什么地方，我都终会回归我所爱的地方。而最后一个常见的毛利玉图腾我想介绍的叫 Roimata， 它的形状类似一个水滴或者泪滴，但它并不是悲伤的象征，而是代表疗愈、感情与同理心的表达。如果你身边的人正在经历悲伤与告别，那么 Roimata 就是一种温柔的陪伴，它提醒我们情绪是流动的，而爱会永远留在心中。以上就是我所有想给大家介绍的常见毛利玉的图腾和样式。你所佩戴的毛利玉不只是装饰，它也是一个守护者。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期见。Kakitiano。